採樣前，請細閱說明書。從包裝中取出尿液收集杯。注意，此時不要撕下保護貼。杯蓋打開後，請勿接觸杯蓋和杯身的內表面。按逆時針方向擰開杯蓋，取約半杯尿液放入收集杯中，蓋上蓋子並順時針擰緊，輕輕搖晃杯子，使尿液樣本均勻。注意，請勿將手指伸入採集孔，撕下保護貼，露出採集孔。取出樣本保存管，管帽朝下插入採集孔並下壓，維持並讓尿液充分吸入管內，直至尿液停止進入。完成第一支管後，對另一支管重複這個步驟。把保護貼封好，搖晃尿液保存管10次。把尿液收集杯和保存管放進樣本袋，封好後交回診所。